荒野保护协会伫去年8月到年底这期间去到高雄后硬溪来检查，发现讲这当地除了工业污染以外，河林2000多地垃圾有8成拢是塑胶干仔，也是讲饮料杯啊，甚至是塑胶袋啊等等。所以市政府就表示讲，会重点来巡视，好好啊检讨改善。20名调查志工团队来到后硬溪，慢慢溪垃圾嘛加上空气机，确认着河川废弃物热点的所在地。荒野保护协会定期进行河川废弃物的调查。去年第一届检视后硬溪，发现点宝溪还有后硬溪，除了工业污水，河川中垃圾总量大约2839地，大部分拢是一届性的塑胶制品。大部分的废弃物还是累积在出海口居多，那以及河川的部分就会累积在就是路桥经过的地方，被民众恶意弃置一包一包的家庭用垃圾。这个调查为2023年8月到年底完成后硬溪、西洋溪、点宝溪、河花段，还有出海口拢总103.5公里的调查，嘛发现后硬溪川规甲真侪河川拢同款，拢是人为所弹的塑胶管仔、饮料杯，占着河川段的垃圾将近8成。这都是从上游飘下来的，其实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会丢垃圾。有人丢对啊，就是上游啊，上游不知道谁。有知道这点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有效率的去做清理，水位比较低的时候，那可能它的一个这累积量会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拉一些拦污索，阻止它的一个这的往下游去汇集啦吼。上午等于后硬溪下游，也是会当看到水面上漂着一寡垃圾。市府回应这个调查，等于是对着点宝溪、后硬溪进行健康检查，检测出来的热点会加强着巡检的频率，未来嘛会针对着排水设施进行着清理的工作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汉坤个人报道。